由財團法人成功3月文教基金會百會業者，佮着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會共同主辦，2026成功3月熱天藝術季，目前巡迴到台南來展出。佇個成功3月台南新天地6樓文化館，目前正展出成功3月兒童的畫展，佮着日本世界兒童畫展的得獎作品。多年來，新光三越百貨透過新光三越文教基金會來跟大家合作，我們舉辦了非常多有意義的文教活動，其中夏日藝術季對兒童美育的推廣是我們重點中的重點。在座各位剛才特別是介紹的單位，都是對我們貢獻注意最多的。那今天是有重大的意義，是開幕也有頒獎，所以也要借這個機會恭喜所有的作品得獎的小朋友們。今天我們這個展覽的主題，這裡當然也要特別感謝飛龍文具兒童美育推廣這個協會，在這個過程當中給我們的很多支持鼓勵，所以才會有許許多多的40幾個國家的作品也到這裡來，大家可以欣賞。同時也有我們國內的我們本土的藝術家阿嬌老師，今天好像有事情沒有辦法到此地來。阿嬌老師，我們有小虎隊我們還有幽默之星幽默之星這個老師們，他們的作品也在這裡跟國際作品大家互相做交流。展覽一開始，除了由着世界兒童畫圖巡迴展來揭開序幕，透過世界各地囡仔的創作，會用個看到無同的文化純真，佮着自由的想法。另外，嘛有藝術家的創作，將現場打造成一座充滿美麗佮着驚喜的玩具太空總部。展覽推行起到8月16。今年的熱天，歡迎大小朋友做伙行入來玩具太空總部。一方面欣賞藝術，另外嘛有真濟獨家限量的周邊商品，佮着親子的好物，歡迎民眾踴躍前往參觀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